我现在得冲动着。这咱别拉倒。妈别我，让这些呀，是不是？我的妈的，那我一头发子能这样不？马去我老板有点高了，没有没有，就没有位置坐在这地方。就是你俺去这，你们그때는 되게 들어만 내가 미도리. 어야 또 어디시? 한번 보이네 아기.很开心。